下一個我哋要講嘅係動能燭。動能燭比起吞沒燭容易認好多，因為佢嘅體積特別大。動能燭就係一支比之前幾支燭大2至3倍嘅蠟燭。呢種蠟燭可以好勁，因為大部分時間出現咗之後，個架都會繼續向住同一個方向行。所以呢個位通常都係一個好時機入市。用呢個蠟燭圖形最有效率同最有效嘅方法，就係佢嘅價格橫行唔上唔落嘅市況入邊用。如果你見到個市喺度橫行，突然之間出現一支好大嘅動能燭，比之前嘅蠟燭大2-3倍，你基本上可以好肯定個價會繼續向住嗰個方向行。點解會攞呢？咁你可以睇睇，每次有橫行市嘅時候，其實有好多做淡嘅人都困咗佢哋嘅倉度，佢哋唔想咁快離場，因為個價橫行緊，實際上都仲有機會向上或者向下走。佢哋會畫好自己嘅支持位同阻力位，然後將止蝕位擺喺支持位上面。咁即係話會有好多交易員喺呢個區域度設止蝕位，意思就係如果突然之間個價喐一喐，撞到呢個清算區，全部止蝕都會被觸發，變相推波助瀾，令個價繼續向上衝。另外，當個價突破咗呢啲橫行市，通常都會開始順住嗰個方向行一段趨勢。做淡倉都係用同一種策略。如果你見到個市橫行緊，突然出現一支大紅燭，係之前嘅燭身咗2-3倍咁大，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信號去開淡倉，因為好大機會個價會繼續向下行。